廚藝差怕麻煩嘅人睇過嚟，係屋企最簡單嘅一道硬菜——沙薑焗豬手。焗出嚟嘅豬手 Q Q 彈彈有入味，而且做法簡單，唔會翻車。嗱，咁今日咧我就買咗豬腳嘅，咁因為豬腳咧冇咁多肉啊，食起身就冇咁飽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幫佢浸水嘅，浸出嗰啲血水咧，佢就冇咁騷啦。首先豬腳放落啲凍水度，加幾片薑同埋一啲蔥落去，同佢飛水，去香增色。飛水嗰陣見到啲泡泡，我哋可以撈一下。嗱，咁水滾之後5分鐘咧，我哋就可以撈起身啦。撈起身之後用凍水洗一下，咁佢可以更加 Q 彈。沙薑唔使刮皮，洗乾淨直接拍爛佢，跟住再將佢剁成粒粒。我哋再混合一啲紅蔥頭，仲有蒜蓉，用熱油炸一聲，激發佢哋個香味。調味再放平鑊上面嘅架撐，我哋將佢撈匀佢，等陣有用。鑊裏面放少少油就夠啦，將豬腳放落去炒一下，炒香嘅同時，順便帶走豬氣味。嗱，睇到佢金金地啦，我哋放一圈鬼根味落去，去香增色。依家放埋剛剛嘅沙薑醬落去，將佢哋嘅味道混合一下，放入電飯煲裏面。除咗唔使睇火，而且佢嘅味道會更加濃重。撳煮飯鍵，走一個煮飯嘅時間，馬上出鑊。做人最緊要開心，你今日笑閪咗未啊？